大福气，免来扛这红马为来，守住天产心念实际，坚心听候专心恩义，高一个来。好，咱搁再来锻炼一首，咱真熟。86首。威严君王，遐如进前。好，来。威严君王，遐如进前，百姓沿路出声欢迎。老酒菩萨不争手机，温柔救助对呀归去。威严君王，遐如进前，谦卑自在，是真显。这是基督开山路顶，看呀是是最后冠冕。威严君王，遐如进前，天边天君看这情形，献出君。当前我看救主，人人牺牲。好，时间特别到，请咱准备心，三个来敬拜。大家平安。这时，请大家将手机切到无声，也是静起来，准备心，安静来到上帝面前，开始今日的礼拜。
来啊，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对伊唱欢喜的歌。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因为羊群是伊照顾的主民。这时，咱用圣诗86首来学罗上帝。今日是中秋主日，所以会唱这条诗歌。圣诗86首，威严君王，徛如正前，用全首，请起立。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咧荧幕有咧信息的头前嘛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吊倒仁爱受苦，竟是过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启应。今日的启应是启应文28篇。启应文28篇
是出伫诗篇118篇，我来刻，请大家来印。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圣。愿以色列讲，按亚伦祭司的家讲，伊的慈爱线到永远。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伊的慈爱线到永远。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就应答我，解救我。上主甲我同在，我毋惊吓。人会当甲我安怎？甲我开公义的门，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这门是上主的门。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互我得到好解救。起厝师傅刻萨的桥，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上主啊，阮求你，求你互阮兴旺。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上主是上帝，伊互咱光明。着举手机参加庆典，游行来到这段的四角头遐。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宣扬你的伟大。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圣。伊的慈爱线到永远。这时，咱做伙来祈祷，请大家安静心，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啊，创造世界的上主，当阮到你的圣殿来学乐你的名。今日是中秋主日，阮唱和散那来孝念你的疼甲恩典。恳求你看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有安静的心，来专心敬拜你，来荣耀阮的主耶稣基督。人民人的主啊，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阮到你的面前承认阮无心的过失，得罪你，常常离开你的道路，袂记得你的教示，袂记得你的疼，浪费你予阮的恩赐。求你拯救阮，阮求告你的名时，求你来看顾阮，引带阮。当阮来到你的面前，来倚靠你，求你赏赐阮快乐，求你予阮有够的耐心，来听候你的旨意，来跟对你的脚步来行。和平恩慈的上帝啊！即马世界逐所在，足侪所在，不只有瘟疫，嘛有战争，侪侪人失业，家庭破碎，受苦。咧乌克兰、咧也门、咧中东，侪侪人受苦受难。主啊，你是和平的君王，求你亲自领导这个世界，互战争离开土地，互战争会当平息，也求你的圣灵降临，安慰所有受苦受难的百姓。阮恳求你，也求告你的拯救。亲爱的耶稣，
今日是中秋主日，当阮迎接你时，你会心知影，这是一条苦难的路。想到你放下天顶的荣耀，来到世间，为着阮世人的罪，受到是一个痛。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愿阮照着上兰州的过程，搁一摆来纪念你的受苦，搁一摆来得到激励，跟对你的脚步来行天路，愿意爱家己的世界来跟对你的脚步。当阮将今日的礼拜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在礼拜中照着牧师的嘴，教示阮，引带阮，互阮会当有勇气，会当行这条路。阮感谢你，学罗你，阮安尼祈祷恳求，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时要来读今日的圣经，请大家掀开周报，圣经第3页有今日的圣经是出自路加福音第10章17到20节。先来读台语汉语本。迄70个人欢欢喜喜倒来，报告讲：主啊，阮奉你的名命令，连鬼就服从阮。耶稣甲因讲：我有看见撒旦亲像虱仔对天顶摔落来，就知我有使恁权柄，通打蛇甲吉拉虫，搁通制服对治一切的能力，无一项会甲恁伤害。毋过，恁通因为这个邪神，毋通因为这个邪神降服恁，恁就欢喜，就因为恁的名记在伫天顶来欢喜。这时，我再以和合本来念一遍。那72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然而，不要因灵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以上是上帝的话，愿上帝将伊的话刻在咱的心中。”这时要来学罗，今日要学罗是青少年团契，因为学罗的歌是亲眼看见你。
今日林牧师要用转悲的信第2讲来进度，把时间交给牧师。今仔日是中秋主日，若照圣经的记载，伫咧即日内面，遮个迎子主耶稣进入伫咧圣殿耶路撒冷的遮个百姓因是伫遐大声喊话安尼伫遐和散那和散那伫遐来学了安尼主耶稣伫遐大声伫遐来安尼归荣光伫主。但是嘛，共款是共一群的人，伫咧几日了后，将主耶稣钉死伫咧十字架顶。所以咱伫咧安尼迎子主耶稣安尼进入圣殿，伫遐纪念即个中秋主日的时阵咱爱提醒咱，无搁再无诚做共款的即群的人，伫遐大声喊和散那，结果搁是。到伫几日了后，将主耶稣钉伫十字架顶的是共一群人，所以甲你隔壁人讲，牧师讲的毋是，我毋是迄个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你成的主日，特别阮伫今仔日伫遮来纪念主你安尼荣光进入耶路撒冷圣殿主。求主帮助阮，互阮所信的，阮无几日空空，乃是阮会通欢喜，真正照着主你的话来行，互阮安尼伫咧阮的生命中会通不断，因为阮得到主你圣神的光照，互阮会通看见阮家己生命的境况，来改变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会通一日一日，哪亲像主耶稣共款，互阮。安尼无搁再是游玩认为讲主的话语是恶得正的，直到阮怎无愿意改变停顿伫咧迄个阮的迄个老我的迄款的生命，乃是阮欢喜改变会通互阮的生命哪来哪安尼亲像耶稣，也互阮的生命会通哪来哪，互侪人看见阮生命的改变，就将一切荣光归伫主你。愿咱的恳求祈祷，靠着所叫的圣名，阿免。顶礼拜安尼，咱有提起到即个观念改变的一个咱讲一个迄个过程伊是一个渐进式的，所以迄个观念改变的迄个时间的安尼长短，甲着伊迄个状况是因为人。无共款因人而异的所以是照着牧师是照着即个所谓的叫做四意学循环的即个理论来去讲到即个观念改变的一个8个阶段。伫咧即个8个阶段内面有包括着即个资讯、启示，甲着安尼愿意相信来顺服，甲着毋若安尼，咱煞接要欢喜伫咧迄中间来实践。经过着即个实践了后，咱欢喜伫咧迄中间来安尼透过检讨来透过修正搁来搁顶一遍，搁来安尼搁做一遍了后，反复直到咱有法度来，互咱的生命会通来得到生炭，互侪人因的生命甲咱共款，会通来将一切荣光来归伫主，咱的生命改变，互侪人看见咱的改变，因的生命也要得到改变。所以咱透过着咱伫遐安尼看清楚，咱到底咱的生命到底安尼安尼讲。我们的处境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咱就会通了解咱需要是什么。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处境在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需要的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所以了解家己正多伫咧改变的这个过程内面，咱就袂伫咧迄个中间来真轻易来伫遐放弃。侪人因为家己无清楚家己的生命的状况，咱比较的是啥物款的情形？就是咱会看见到，咱会感觉讲上帝的话语、圣经的话哪亲像安尼非常的
咱讲非常的完美，至到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咱感觉讲啊，迄个是咱无法度达到的。至到咱就讲，既然咱都无法度达到，安尼咱嘛无愿意伫迄中间来改变。但是当咱也了解咱的处境到底是伫咧什么款的情形，咱认捌咱家己，咱就伫咧迄中间，咱知影讲咱要做什么款的改变，咱也伫迄中间无真轻易来伫遐来放弃咱的生命的迄款的改变，搁咱会通伫迄中间来帮助别人，行过迄个观念改变的每一个阶段，带来迄个生命迄款安尼的迄个改变。当主耶稣伊照着即个圣神的感动迄个咱讲圣灵感应，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世间，伊共款伊的生命是一个不断改变、成长的一个过程。伊经过着，伊透过安尼，伊所接收到遮个资讯，伊透过伊伫咧伊安尼自细汉伫遐看、伫遐听了，得到圣神伊对伊的迄款的启示伊愿意顺服上帝，伊伫咧迄个天父上帝伫咧伊生命内面，迄款安尼会放伫咧伊生命内面迄个使命，伊就伫迄个中间，伊欢喜来伫遐来开始接受也伫遐来实践上帝放伫咧伊生命内面迄款安尼的使命，伊就安尼一步一步来安尼踏上即个进入耶路撒冷伫遐来欢喜顺坦上帝的命令，也伫遐欢喜来接受。迄个安尼十字架的即个苦悲，所以伊伫咧即个过程内面，伊伫遐不断伫遐来安尼透过顺服、欢喜顺服，透过实践，伊就伫迄中间，伊也毋若是伊家己的迄个改变，伊家己的迄款的实践，伊也伫遐来差派着伊的侪遮的门徒，佫是两个出去，伫迄中间来宣扬天国的即个福音。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段内面，拄好就是即个伊所派出去的遮个门徒，安尼两个出去了，搭即72个门徒，安尼转来到伫主耶稣的面前，因伫遐欢喜转来到伫主耶稣的面前，伫遐来报告，讲因伫迄个中间，因所伫遐传的福音，甲着因安怎伫遐连鬼也服因安尼迄款的迄个成果。因为耶稣的名就是连鬼也服了因，所以耶稣因为已经互因迄款安尼宽病，但是咧，耶稣也伫咧迄中间来甲因安尼叫我来，伫遐来透过着检讨来甲因讲不要因为圣灵不要因灵服了你们就欢喜，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也是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段内面所记载，所以咱应该安尼伫迄个中间来效法主耶稣的迄款的模样，来调整、来改变咱的生命内面的侪的观念。咱必须要伫遐来经历着主的迄个安尼讲大能力临到伫咱，透过咱不断伫迄个中间来看、来听、来处理主伊要对咱所讲的。搁咱伫咧顶礼拜，咱有讲，迄个好的事、好的代志，咱爱搁较济来看，搁较济来听；迄个无好的代志，咱就无搁继续伫遐来看、来听。照着圣神的帮助来照明咱心中的迄个目睭，来明白上帝伊对咱的每一个启示。搁照着安尼一遍搁一遍的圣神的引带。互咱愿意来伫迄中间顺服，亲像摩西，伊伫迄中间，伊伫遐一遍一遍伫遐来提示，伫遐来拒绝，但是照着圣神伫咧伊内底的迄款安尼的感动，上帝一直伫遐来安尼引带伊来伫遐，互伊当伊欢喜顺服主的心意观念的时阵，伊就带来一个真大的迄个改变，选择改变来接受迄个正确的迄个观念。接受愿意离开咱的迄款的迄个舒适圈，选择实践主的心意伫咱的每一个时段。所以咱安尼伫咧顶礼拜咱所讲的，当咱即个时阵，咱要进入到伫即个实践的即个阶段。实践的即个阶段是将迄个观念化做行动，
伫咧即个阶段内面，人要安尼对内面，用从内到外，对迄个看袂见的，到伫迄个看会见的迄款的改变，咱往往希望迄个安尼讲会通赶紧看到迄个人有迄款实践阶段迄款的改变，但是咧，咱也知影就是人若无经过迄个启示，甲着迄个欢喜顺服的迄个阶段的迄款的实践，迄是出伫咧一款咱讲别人的推动，迄个实践的迄个人的迄个会互人感觉到迄种迄个压力也容易伫咧中间来伫遐来放弃。有启示，甲着迄个欢喜伫咧迄个中间来顺服，迄款安尼的实践迄是出伫上帝对咱的迄款的推动，人就会通伫咧迄中间安尼家己欢喜来伫遐来推动咱家己，心甘情愿来去行去实践，来也伫咧迄中间来安尼享受着主伫咧咱的生命内面迄款的改变。迄款安尼改变，迄款的迄个观念的改变，是咱讲是持久的，是永久的，是安尼久长的。所以实践的迄个是重要的，因为无实践，咱只不过是干那伫咧咱的理性上，甲着一寡伫咧启示上，咱知影安尼若定，咱知，但是咱却无法度去真正去实践。就伫咧即个，只有伫咧咱的即个，咱讲只有在思想上面的这个改变，而无法真实的看见生命的改变。因为咱伫咧中间，咱无经过真正去实践，所以咱这也是帮助咱，搁一个人亲像讲，上帝话语伫咧咱的心内面，到底伊是通行的，还是袂通行的？所以这时阵，咱会通看见侪基督徒伫遐看见讲即个上帝话语是困难的，是安尼恶得正的，抵到咱甚至咱怀疑即个圣经内面所讲的，抵到咱心无愿意伫迄中间来欢喜来顺叹，甚至也无伫迄中间来实现实践。所以，若要看见咱的生命迄个改变，咱就必须要对伫迄个愿意顺服迄个阶段，进入伫咧迄个实践的迄个阶段。迄个实践的迄个重要性，是因为迄个属灵生命的迄个，咱讲迄个粮食无是因为属灵生命迄个粮食无盖在伫咧知影，也是讲明白上帝的话语安尼那定，乃是伫咧尊叹佮完成上帝的话语。这是伫咧约翰福音第4章内面讲，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那一位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我爱食物，就是实行找我迄位的旨意，佮完成伊的工。所以，咱若无尊叹，也无遵行完成上帝的话，咱的迄个属灵的生命就袂得到迄个真实的迄个喂养。咱的生命悠远继续，迄属灵的生命继续是伫咧伫遐摇巴肚迄款安尼的状态。所以，抵到咱的属灵的生命。安尼是咱讲瘦弱的，是不健康的。只有伫咧咱迄个属灵的生命，安尼得到养饲、成长，互咱会通搁较认捌上帝，生命才会通来改变，搁较亲像主耶稣共款。因为主耶稣伊怎样安怎讲？伊讲主耶稣讲安怎讲？我所做，恁也要做。既然主耶稣伊安尼应允，是安怎咱无法度行出主耶稣伊所行的，因为咱无真实去实践伊所讲的话。只有当咱欢喜伫咧中间来实践，伫遐来经历的时阵，咱的属灵的生命就哪来哪得到成长。因为咱看见主的话是真的，伊的话是真正是大有气力的，无搁再是互咱抵到咱伫遐心内有侪妖异。所以为什么咱会通看见讲，侪人安尼得到迄个启示，也伫迄个中间，伊欢喜伫遐来顺服，但是却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实践。其中一个真要紧的原因，就是因为伊迄个实践是需要付出代价。就亲像咱伫咧顶礼拜，咱有讲起着迄个毛毛虫，迄个毛毛虫
伊要变做一个蝴蝶，伊需要伫咧中间，伊伫遐来经过，伫遐来用力的伫遐来挤伊将伊迄个原底，伊伫咧迄个茧内底，伊伫遐来用力挤伫咧挤压的过程内面，伊将伊身体原底本体迄个过多的水分伫咧中间来挤出来，佫有法度将伊的翅膀内底迄个原本的水分给挤出来，伊才有法度成做一个蝴蝶，佫毋是干那一个瘦弱的翅膀，乃是臃肿的翅膀。所以咱伫咧中间，咱需要是不断伫迄中间来蜕变。你透过着毛毛虫，透过着茧了，你欢喜伫迄中间，伫遐来用力伫挣扎。所以咱的性命也是伫咧迄中间，伫遐透过着不断伫遐安尼，咱甲伫咱的对付咱的性命，互咱的迄个性命伫迄个中间安尼，咱讲榨出咱生命当中的那些渣滓。伫遐来安尼摘出咱生命内面遐无好诶，原底无属伫主诶遐物件来甲伊安尼摘出来了，咱才有法度安尼，互咱成做一个有法度去飞上天诶即个蝴蝶共款。资讯就亲像即个咱伫咧咱诶迄个思想内面诶迄个，那亲像迄个胚胎共款。即个胚胎渐渐成长，那亲像圣灵诶迄个启示。互咱伫咧中间安尼欢喜伫遐来，迄个顺服，伫咧中间来安尼培养一段的时期了，咱必须要伫咧中间来付上代价，看见亲像婴仔共款，伫遐来出世了，佫怪咱伫遐来付出代价，要欢喜伫迄中间来去实践，咱才有法度安尼对伫即个妇人人的即个即个妈妈的腹肚内面安尼来。甲伊生长出来，甲生出来。如果若一个妇人人、一个孕妇，伊无愿意付出代价来将即个原底本地孕育伫咧伊腹肚内面的即个囡仔来甲伊安尼生出来，安尼即个囡仔到落尾就是啥？胎死腹中，因为伊无对迄个腹肚内面来生出来，安尼的时阵，迄个家己的迄个性命也抵到咱的迄个性命也有迄个危险性，敢毋是？同款，咱的观念伫咱的思想的内面，伫遐来孕育，到一个阶段了，咱需要付出实践迄款安尼的代价。咱伫咧中间来看见咱的观念，伫咱的生命内面安尼得到落实。若是无愿意安尼。付出代价来实践，安尼以后，迄个咱需要付出一个更较大的迄款的代价。亲像咱的信心是安尼，咱会讲咱的信心就那亲像是死去的共款，无路用的，而且是一个无安全的。因为雅各书安尼讲只有信心，若无有行为是死的。可见信心甲伊的行为是做伙运作，信心通过行为。才会通安尼得到完整。所以若无有耶稣基督迄款的性命咱伫迄个中间伫遐来欺骗家己，就较亲像即个安尼迄个耶稣时常伫迄个中间来责备即个法利赛人共款，讲以为家己知影，其实确实一点仔都毋知影自己欺哄自己，欺骗自己。另外一个。来安尼讲阻碍拦阻人实践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安那，咱实践需要有迄个信心的行动。侪人因为无有迄个把握，安尼毋敢去实践上帝的话，认为咱家己袂使咱感觉讲咱家己学得不够安尼。结果就是咱伫咧中间，因为咱惊，咱安尼家己自认家己安尼感觉讲家己无够，至到咱连一步都无愿意踏出去。到底上帝的话是安尼，咱安尼是爱已经拢总知影了，才去遵探，是伫咧遵行了，才会有法度，互咱搁真实的迄个认捌甲了解。耶稣对伊的门徒的教导是啥？伊讲，迄个讲你们若继续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将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得自由。这个到底是咧讲什么话？到底是先
安尼持守上帝道理，才有法度明捌真理，也是上帝话是真理，是咱的性命。咱伫咧中间，有当时咱是爱透过不断伫咧中间来遵守，伫遐来实践，咱才有法度真正明捌上帝的真理，敢毋是？迄个性命的迄个学习，毋是干那伫咧咱的迄个课本的内面，迄个性命的学习嘛无干那只有干那伫咧咱的迄个圣经内面安尼那定，需要是咱透过领受即个上帝话，透过读圣经了，搁过来咧，咱需要遵行去行出来，透过实践啊，伫咧中间来学习即个上帝话语中的迄个真理。咱若无经过着迄个实践，咱哪会知影讲上帝话讲的是真的？咱只有不断伫咧中间来伫遐实践，咱才有法度真实来明白讲主讲的话拢是真的。所以咱是不断需要透过伫咧实践，伫咧中间来看见咱家己的性命状况，咱搁伫遐中间不断伫遐来修正。所以求主帮助咱，会用透过着安尼，咱所领受的，会通互咱会通哪来哪安尼，毋是干那只有伫咧即个迄个学习的迄个过程，干那伫遐接受迄个资讯安尼那定，咱是真正明白，只有透过着实践了，咱所原底本底迄得到迄个讯息，咱所看到的、迄个听到的、迄个资讯，咱才有法度真正来落实，才有法度真正来得到迄个资讯所要带来咱的迄个真正要爱互咱的。咱只要咱无惊失败。咱安尼不断伫咧咱的性命内面伫遐来做修正，这也是牧师一直不断伫遐来讲的。咱错了就改，跌倒了就站起来，安尼一个理念。咱的实践肯定只爱哪来哪好。咱的性命毋是讲咱一步到位，我们领受了耶稣的基督的真理，我们不是说我领受了，在此我从此过着一个属神的生活，没有。咱是不断伫咧中间，伫遐知影了，咱实践的过程内面，咱会看见咱犹原咱有错误的所在，因为咱是无完全的，咱是无够个，直到咱伫迄中间，咱欢喜伫迄中间来改变，来调整，所以叫做什么叫做错了就改。咱伫迄中间，透过咱性命不断伫遐经历错误，经历改变了，跋倒咱就徛起来。安尼时阵，咱就要去不断伫遐来经验着迄个上帝伊要对咱迄个咱性命迄款安尼的迄个邀请，迄个改变的邀请。亲像咱亲近上帝，咱会通知影讲，只有如果安尼伫咧迄个咱讲伫咧，不管是伫咧礼拜也好，咱伫咧读圣经也好，咱拢知影亲近上帝真要紧。是一个，甲着一寡，甚至咱嘛知影一寡基本的原则。咱需要是咱爱透过着实践，咱真正欢喜伫咧中间来亲近上帝，咱才有法度渐渐明白啥物回事叫做亲近上帝。到底亲近上帝是讲亲近上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透过着伫咧即个实践的即个过程内面检查有时咱会分心。咱伫咧亲近上帝，结果有做代志来，互咱安尼得到，安尼互咱安尼搅了咱，直到咱原底本地咱欢喜要来亲近上帝，结果受到迄个搅了，咱将咱的注意力从哪去挖去去伫咧注意着一个别个即个代志的顶面，直到咱伫迄中间来分心，但是咱只有咱透过咱不断伫遐坚持到底。咱伫遐安尼无放弃，咱就会哪来哪享受迄个亲近上帝迄款的迄个时刻。如果咱若连亲近，咱就拢无亲近，甚至伫咧咱分心了，圣神伫遐伫咧咱内心来甲咱启示，咱已经歪错去啊！咱伫迄个中间，咱犹原无伫迄个中间来欢喜顺服，咱伫遐来消灭圣神的感动，直到咱怎愈行愈歪错去。咱只有伫迄个中间发现咱见着了，咱透过修正，错了就改，跌倒了就站起来。所以圣经安怎应允咱？伊讲上帝话，伊讲
我们遵守上帝的命，这就是爱他了。而且他的命令并不是难守的，上帝的话不是恶的遵守的，伊的诫命不是恶遵守的。上帝爱咱所行的迄个道，拢是爱咱会通来安尼，毋那是干那迄个罪教，佫是安尼会通得到的。所以，互咱会通安尼。当咱欢喜来打出咱迄个信心的第一步的时阵，将迄个原底本底，咱讲啊，这真好啊，咱应该顺服。但是咱若将迄款安尼的心志来化作咱的行动，咱就要看见咱的性命不断伫迄中间来得到改变。所以，咱伫咧迄个改变的过程内面，咱是爱透过着即个检讨。即个伫咧实践的阶段了，咱透过正确的即个资讯，经过启示啊，咱伫遐来欢喜顺服了，咱化做一个行动。但是咧，每一摆的行动，有缘有真安尼无够额的所在，会互迄个安尼迄个无法度，互咱的迄个观念安尼，亲像主耶稣一般样。咱只有安尼不断安尼照着检讨。甚至修正，伫迄个中间来反复伫遐来练习，咱迄个不断伫遐来重复，伊就要来帮助咱，互咱会通对迄个观念安尼，迄个认识会通哪来哪完全，哪来哪全面，而且会通将咱的迄个观念对伫咧一个单一的一个行动化成做一个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互这个观念成做咱的习惯。咱不断伫迄个中间改变，透过着安尼，透过资讯、启示、实践、检讨，安尼不断伫迄个中间安尼，伫遐安尼伫遐循环，伫遐改变的时阵，你就要看见你的生命的迄个所活出迄个品质是哪来哪好，是哪来哪亲像主耶稣，过来伊是要成做你的习惯，无搁再是成做讲我做一部分了，做一寡了，搁过来。我就安尼，伊过来灵心倒退。所以咱伫咧即个中间，咱爱知影，就是当你伫咧检讨的即个阶段了，就是用着迄个属上帝迄款的体系来伫遐来安尼评估咱的迄个咱所实践、咱信仰的每一个实践的即个顶面，伫迄个中间来看咱的实践的行动，咱的动机，甲着咱所有一切的态度，敢有行伫咧即个属上帝体系安尼一个信仰的内面。若是咱发现，咱又搁行毋着了，咱伫咧中间咱的迄个信仰又搁安尼，搁行对迄个属世的即个体系的时阵，咱就伫迄个中间来改变，来伫遐跌倒了就站起来，伫迄个中间检讨。真要紧，因为咱的实践并毋是安尼，无一定是一个全面的，是完整的。所以耶稣伊带领着这个门徒伫迄个中间，伊是透过着迄个检讨的过程，伊伫咧即个72个门徒，伊转来了，伊伫遐来耶稣伫遐来报告，伫遐讲因所安尼因的收获到底是如何。伊伫迄个中间耶稣就给他们检讨。给他们修正，门徒因为鬼服了他们，底下感到高兴。耶稣发现因的迄个焦点错误，因的焦点伫倒位错误。因讲耶稣主阮因为你的名缘故，连鬼也服阮。因伫迄个中间无毋对，因伫遐有讲起讲，因为是主耶稣的缘故。耶稣的名缘故，但是耶稣伫遐甲因讲一个真要紧的，就是真正应该欢喜的是，因为因的名已经记伫咧活命册的顶面。所以耶稣伫咧中间，伊伫遐提起的门徒，鬼会服因，毋是因为因有啥物款的了不起，乃是因为因的名记伫咧即个天顶，因是属耶稣的，这才是一个属天的真正的权柄。今仔日咱有缘，今仔日咱军队主耶稣，咱也是属主耶稣的。但是今仔日咱伫咱的生命内面所行所做，咱若有啥物款安尼迄落
有真好的结果，也是讲有得到真好的成就。咱无伫迄中间，咱有任何的偏颇，咱无伫迄个中间，咱伫迄个中间来伫遐高举咱家己。咱伫咧迄个中间，咱无搁再伫遐，干那只有看见咱所做偌尔荣光。咱乃是将所有一切荣光归伫咱的主。咱伫咧迄个检讨的过程内面，耶稣伊将迄个问道、迄个焦点，对因所做的即个代志顶面，去转转伫咧因的身份的顶面。今仔日咱嘛共款，咱爱将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来转到伫咱的身份的顶面。咱是啥物款的身份？咱是主耶稣的门徒，咱是属伫主的。所以，咱既然是安尼时，那咱注重咱所做，咱就会发现，咱会将咱家己来高举。而耶稣爱因注重因是啥物人，因为因所做的是对伫因的迄个身份，毋是因到底因做啥物款的代志。因为咱所做犹原共款，咱是因为主耶稣。咱是主的门徒，咱是属伫主的，所以既然咱所做、咱所得到的，咱爱真清楚知影，这毋是咱有外劳，是主为咱做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不断的在我们的一些小组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是不断的跟我们大家提醒，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我们有多行，我们有多厉害。而是耶稣他为我们征战。我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强调，是因为我们不要窃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我们要记得，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若不是神在与我们一起同工，神差遣天使天军为我们征战，我们所做的一点都没有功效。只有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们所高举的不是自己，而是主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一个更大的一个转变。咱伫咧迄个检讨的这个阶段内面，有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心态。第一个就是咱必须要互咱家己甲别人一个犯错的机会。咱伫咧中间，咱透过着这个咱必须要互家己甲别人一个犯错的这个机会，也就是互别人有迄个纠正咱的迄个机会。伫咧中间人为什么让别人有纠正我们的机会？伫咧说人为什么不愿意经过检讨的这个阶段？因为人害怕被检讨。咱需要伫咧调整对伫迄个检讨的迄个观念。佮用到迄个正确的观念来去做代替，反复伫咧中间来去伫咧中间来实践，透过咱不断伫遐来修正咱的性命，检讨有两个真要紧的观念，就是第一个，咱伫咧中间检讨毋是批评，咱会通看见着咱真侪时阵，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看见别人的性命状况，比看见咱的性命较容易。所以咱伫咧中间，咱检讨咱爱真清楚知影，检讨是要为着要建立，是为着要发展，毋是伫咧中间伫遐来安尼，咱讲要为着要来挑毛病，是要为着帮助对方比咱家己安尼搁较成功。这是真一个针对着迄个被检讨的人。来讲的，每一个人的迄个观点，甲着伊的角度，拢有迄个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人对伫因的观点甲因的角度来帮助咱来做检讨。也就是讲，真侪时阵，咱伫咧看一件代志的时阵，咱只有干那用某一个角度来看。但是咱每一个人拢是无共款的，咱伫咧无共款的家庭、无共款的文化内面来成长，所以咱伫咧看即个代志的时阵，有个人伊用无共款的角度来看，所以咱透过伫咧中间是要帮助着对方伊伫咧中间会通搁较成功互伊会通安尼搁较安尼，咱讲性命有一个搁较大的迄款的改变，但是迄个检讨毋是批评。咱爱真清楚知影，对方咱迄个毋是批评咱即个人，
也是讲，咱伫咧检讨的过程内面，咱真容易讲伫咧中间伫遐感觉讲对方伊对我即个检讨是咧讲我即个人无好，但是事实上，咱爱真清楚知影，对方伊若有咧咱咧做迄个检讨的时阵，伊毋是咧批评咱即个人，是咱所做的即个代志无好，乃是要讲出伊的一个看法。不管伊所讲的是对是毋对，伊所表达的方式可能会互咱安尼无爽快。但是咱若愿意谦卑伫遐来听，圣神就要对咱，甲咱启示，帮助咱会通看搁较深，搁较宽。咱无需要因为对方所讲的来伫遐来感觉安尼自卑、放弃，甚至伫遐来生气。反正咱应该感谢伊，因为安尼伊提出安尼迄个检讨是需要安尼提出伊的勇气。伊是需要鼓起勇气的，尤其伫咱即摆咱即个世代，咱会通看见着，因为咱即摆咱即个世代侪咱拢是以人本主义，所以咱要去检讨对方的时阵，咱有侪的迄款的算讲考虑，比较咱无法度去看见讲迄个对方伊的迄个信仰真实的迄个改变。因为咱惊讲咱所讲出去的去插到对方，但是无论如何，咱拢毋通去拒绝迄个咱对方的迄款对咱的迄款的检讨，因为咱必须要咱家己甲着别人，就讲咱必须要互咱家己以及别人迄个犯错，甲另外迄个修正的迄个机会。第二个就是。建议毋是决定，我会通咱会通看见着真侪时阵，咱看见着有个人伊伫遐讲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建议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做，结果那个建议就是说你就是要照着我的建议所做的。但是咱爱知影，建议毋是决定。另外，咱提出建议的人也需要去。对这个检讨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建议毋是决定，意思就是当咱提出建议的时阵，咱要明白咱家己并毋是迄个上落尾的迄个决定者，咱所提出的建议绝对毋是迄个绝对的也毋是迄个完整完美的。若有人无接受咱的意见的时阵，咱无需要去伫咧中间感觉伫遐来安尼艰苦心，伫遐来安尼累积，伫遐来灰心。若人家不愿意接纳我们的意见，我们不需要感到难过或灰心，因为不是我们这个人不好，或是我们的意见不好，而是这个意见可能不适合当时的那种状况。所以，咱犹原会通继续来提出咱的侪建议。另外，当有人对咱的迄个建议提出一个反面的迄个建议的时阵，有可能迄个反面迄个倒反的即个意见，也是别人反过来甲你的一款的建议的时阵，咱的迄个反应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反应？咱到底是接纳是拒绝？若是建议毋是决定，安尼搁较济，咱会通用到搁较济的无共款的角度，也是迄个层面，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层面的那种来去建议的时候，会通互咱做出搁较明确的一个决定。所以无论伫咧正面，还是伫咧负面的迄款的建议，拢是要为着要互咱会通看起一个搁较全面的、搁较完整的一个减少安尼犯错的机会的一个代志，互咱就袂因为安尼来，因为人提出无共款的迄个建议，咱来递到有侪的迄款的安尼压力。所以检讨毋是批评，建议毋是决定，这两句话毋若是适用伫咧咱个人，咱伫咧中间来做检讨的即个阶段。也会通解决侪咱，尤其是伫咧咱这长老教会，咱是透过着会议来伫遐来安尼产生侪遮个各
决议甲意见的时阵，咱就袂伫咧中间来彼此伫遐来，因为意见的无共，致到咱有侪的迄个冲突。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着咱今仔所领受的，咱搁一摆来去想，咱毋若是干那透过着即个资讯，哦，也就是讲你透过看、透过听。搁怪咱伫迄中间，咱要来接受着圣神对咱的启示，透过咱的看、咱的听，互咱欢喜伫迄中间来顺服，来伫遐来来尊叹。搁怪咱伫遐欢喜来实践咱所领受着的。搁怪咱伫咧透过着实践的过程内面，咱也透过搁一摆重新来检讨咱所做，安尼有下伫主伊对咱的迄款的要求啊无？当咱若伫迄中间，不断伫遐安尼修正，伫遐来安尼反复，伫遐来调整的时阵，我相信咱的性命会哪来哪亲像主耶稣。所以上帝话语毋是恶正的，是会通好正的。只有咱伫迄中间不断伫遐实践，咱就要经验上帝伊所赏赐互咱迄个大的快乐，伫咱的性命内面来安尼显明出来。所以牧师游园共款有几个题目，互咱搁一摆来深想。第一个，实践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咱只有伫咧即个、迄个思想上面迄个改变，是无法度看见迄个属灵生命的迄款的成长，甲迄个观念的改变。咱伫咧信主了，咱有看到咱家己生命的迄个真具体的改变啊无？如果若无，安尼咱要做啥物款的调整？第二，咱为什么有真侪人得到启示，也欢喜伫遐来顺服，却无有实践安尼一个行动？咱有安尼时常来欢喜来付出即个咱的行动力啊无？第三，咱的检讨毋是批评安尼即个观念要怎样帮助咱安尼做一个成功的检讨？咱愿意倚靠着圣神，无伫遐来随便批评啊无？同款的，咱伫咧建议，毋是决定安尼一个观念。如果咱若安尼要安怎来帮助咱，要一个诚做一个真有效率的迄款安尼检讨，当咱安尼领受了，咱到底咱有愿意安尼做安尼改变，互咱的不管是伫咧咱的教会也好，咱的家庭也好，甚至伫咧你的工作也好，你要发现。上帝伊不断透过咱安尼欢喜伫遐来调整咱的观念，改变咱的生命了，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毋哪来哪亲像主耶稣，佮人看见你的生命就会哪愿意来亲近主你。你会看见你的生命是一个无共款的生命，你要看见的是，当你行到做一个所在，你要亲像主耶稣，人要欢喜来跟对你。伊迄款的生命是一个人意爱的生命，人要伫迄中间来毋若来欢喜军队，搁要将一切阳光归伫主。安尼时阵，咱就是真正落实主伊伫咧咱的生命内面迄款安尼的要求，甲咱伫咧中间活出主爱咱活出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互咱会通搁一摆重新来去思考，咱今仔日咱的生命到底。伫咧什么款的处境，佮咱要做什么款的改变？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透过阮对主你的话语的领受，主阮搁一摆献上感谢。主你怎样伫咧即个中间伫遐来帮助阮，互阮会通。看见阮生命的规个处境，就阮欢喜伫咧中间来改变阮的观念，互即个观念毋若会通落实实践出来，过来就是会通诚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互侪人的生命，因为因的生命也要得到对主你来的祝福。愿你不断来经验帮助阮去经验着主你大快乐，怎样临到伫阮，互阮的生命会通哪来哪亲像主你。特别伫咧即个中秋主日，
主你怎样落实你家己伫主天父的迄款安尼的旨意，来安尼勇敢进入耶路撒冷。主，阮也要欢喜来领受主你对阮迄款的迄个使命，互阮欢喜来向着侪人来宣扬主你的福音，互侪人因为看见阮的性命的改变，因也欢喜来跟队，因的也要互侪人因的性命因为阮的改变，要得到主你的施恩所满满。愿你听阮恳求的声，也诚你的心意伫阮的心内。互阮所活出来的，真正会通荣光你，祈祷靠着所的圣名。阿门。今日是有圣礼典，今日圣礼典有一寡改变。头一个是诗歌有改367首。咧牧师准备圣体时，会众因第1节到第4节循环因等圣体结束，圣礼典结束时，牧师咧休息，准备收拾这个圣餐桌的时候，咱就因第6节，所以方式有一寡改变，请大家注意。这是要请牧师开始准备今日的圣礼典，嘛请大家因圣诗367首。咱当先来吟圣诗367首第1节到第4节，受主赎回，受主医治。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求困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求困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夜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
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记若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咱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来请。所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若你已经接受洗礼的兄弟姊妹，不管你是伫咧倒一个宗派，拢欢迎甲阮同齐坐倒来领受主的这个恩赐。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年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领受。
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服侍的长老来服侍。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咱三个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福气。我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再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这是咱来吟圣诗367首第6节。
今日是奉献主日，请大家起立来演是奉献的诗歌，请起立。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既然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手术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了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生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脚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之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这是要来感恩奉献，请。庄训及魏庄训及曾建明来书献。请起立。我
这时要来读本周的经句，今日经句先用台语汉语本来读一解，搁用好好本来读一解。请不过唔通因为你遮的写是幸福你，你就欢喜；就因为你的名记在地天来欢喜。然而不要因服了你们就欢喜，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以上是本周的经句。这时要请郑密光主任长老来主持信德奖学金的颁发。各位兄弟平安。咱这个信德奖学金吼，一年会发2届，第一届就是伫过啊，就这个时阵，啊，第2摆就是咱的释教纪念周年的时阵吼，就是10月第一礼拜。啊，这是要鼓励咱的细囝吼，认真拍拼咧读册啦吼。啊，若学师，另外有学师奖学金，是伫圣诞节的时阵。啊，要甲大家特别报告就是，咱信德奖学金吼，这个奖学金的来源主要是大家生日的奉献，所以咱会记哩吼，大家若生日的时阵，吼，咱就替家己奉献，吼啊，这个奉献的金钱就成做咱的这个信德奖学金的来源，吼啊，因为吼，我会安尼讲是，顶年敢若有较少一出来，吼，啊，咱会记哩生日的时阵吼，爱做这个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吼，再麻烦大家，吼。啊，即摆我来颁发咱这个信德奖学金吼，奖学金的部分，因为咱家长提出申請了，頂擺这个頂禮拜獎學金委員會甲咱的小會攏有接納啦吼，所以我即擺來讀吼。第一組是咱的國小組啦吼，國小組有9名吼，咱念到的小朋友吼，咱請來到台前吼，真與愛吼，这个建明校長的查某囝啦吼，過來曾立新，正任的查某囝吼，過來是李木慈吼，這是李定樂因孫吼，過來是迄個恩心吼，恩心的查某囝吼，過來立奇吼，立奇正任的後生吼，過來信謙是恩親的後生吼。过来淮安，淮安那个爸爸妈妈都在主日学那边哈，嘿，对。昆中的女。过来美如，好，因为查某囝，过来信慈，以谦，好，9位都到了哈。这个咱请陈瑞丽长老伫遮无？有。好来。好，咱请陈丁乐哈来颁发这个国小组的部分哈。都到了吗？以谦。在哪要拍照？在哪要拍照啊？来，过来一点。看前面哦。看我这里哦，立新看我。好，拍灯哦。下一个哦。虽然口罩看不出来哦，再来一张。OK。好，差不多哈。恭喜他们。过来
国中组哈，国中组有8名哈。来，第一个是曾子龙，好，这是小犬的啊。过来是定谦，哎，秦兆基在吗？好，再来是乔恩、于真、谦信、盛轩、余耀，还有云心。好，这个咱请地长老、郑长老，哦。于真。定谦无来啊，爸爸还是妈妈有伫遮无？福州，上好是爸爸妈妈带领的吼，那阿嬷领就是阿嬷的哦。好，恭喜他们。好，请下去哈 ，OK， 来，可以回座哈。过来是高中组哈，高中组一名哈，黄瑜杰，啊，黄瑜杰，啊，这嘛是张少忠夫妇纪念奖学金哈，啊，来徛中，哎，对，就敢若你一个，所以这个咱要请哈李长老来颁奖。啊，特别有意义了哈！啊，阿公颁了孙了哈。好，恭喜！过来大专组哈，大专组可能真侪人无转来了哈，啊，所以咱请咱们念着哈，家长家己出来好无？哈，啊，无就算我的哦。大专组哈，6名，第1名是曾木恩，过来是林子堂。过来林子佑，啊，过来林晨琪，过来曾新培，过来张庆瑜，哎，清理社哈都是带领的，啊，庆理自己来哈，陈启啊，新培是不是请阿嬷带领？好不好？啊。对，啊，这个咱就请牧师啦，吼。迄顶管有啥名吼？好，恭喜！哦，啊，大家兄弟爱记哩吼，咱生日的时阵奉献的吼，啊，你注明生日奉献，那个金额就归到我们新的奖学金这边哈，来鼓励咱的下一代哈，谢谢。闭光长老哈，搁一届呼吁大家爱做生日的奉献哈，是因为。即马奖学金旧年是无够啦，哈！
咱也无够咧，因为旧年有几个月无做礼拜，所以大家嘛袂记个生日要奉献啦。啊，搁有咧，即马囡仔拢足厉害的，所有的囡仔拢大汉啊，所以每一年爱发的奖学金嘛较济啊。吼啊，顶个月小会有甲奖学金的条例都做一个修正。啊，连下会搭的公布栏，请大家会当看。啊，大家都要记的，记条的，你生日奉献一定爱奉献，无你的孙、你的囝会领奖学金吼。啊，当然，万一教会无够，教会嘛会用有剩的盈余来补这笔钱啊，吼。所以唔通担心啦。啊，无办法是鼓励大家生日来奉献。吼，啊，这时要来迎新报告吼，请大家掀开周报吼。啊，这礼拜的周报有印一个特别的物件，叫2022年上年周灵修梦想。吼，请大家这个爱记的炸弹。啊，有时间对明仔载开始有4天咧遮有特别的祈祷会，吼，请欢迎大家来参加。啊，拜五会去中会受难周的礼拜，吼，所以请大家爱记的，这毋通线上爱知的吼。啊，报告的事项吼，请大家看吼。第一项，今日是樟树主日，啊，甲喜奉献的主日，嘛有举行圣礼典，吼，咱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啊，拄仔嘛颁发信德奖学金。啊，本周因有正日受难周，请大家备办心。万一你无法度参加，你嘛会当咧厝的来纪念耶稣即礼拜的受难。啊，15暗时就是拜五吼，咧南方澳教会会举行南洋区基督受难联合圣餐礼拜，欢迎会友参加。啊，16拜六就是爱在宜兰吼，咧宜兰县立体育馆啊，有要去的，小亮请牧师补充。啊，下咧后主日的早起有一个复活节的清晨礼拜，清晨礼拜是早起6点，吼。啊，教会有复活节清晨礼拜，请大家会当来的尽量来。啊，教会嘛会准备早餐，吼。啊，你要来就爱甲干事讲者，我惊伊讲早餐无够，吼。啊，早起9点半还是合堂礼拜，吼，就做伙礼拜。啊，不过这礼拜主要的主题是要宣调，请福音的朋友来参加，所以是一个福音的主日。啊，你连做有特别安排，用第2堂的形式，安尼较容易，以华语为主，啊，台语为辅，吼，来欢迎福音朋友来参加礼拜。因为当日有一个明星会来，吼，叫张可云，吼，伊是小甜甜，所以欢迎大家做伙来。啊嘛，会当炸你的亲朋好友，也是你厝的人要来，拢会使啦，吼，因为迄天牧师会呼召，吼，啊，希望有更较侪人会当借着即个福音的礼拜来认捌上帝的疼，吼。啊，你有福音朋友时，请甲牧师联络，吼，因为有牵涉到票的问题，吼。啊，具体消息我就无搁读啊，吼。19甲22总会有一个通常议会，啊，23林牧师会代表教会参加总会的通常议会，啊，23咧济南教会中会有举办
婚姻部人生的讲座，有兴趣会当参加。24咧罗东教会南阳区有办一个信徒的造就会，请胡忠明牧师来讲从朝见与回应及反思长老教会礼拜的挑战和应变，有兴趣的兄弟会当去参加，就是咧24下晡，剩的报告我都无过详细读啊，5月7有教育部有一个会是主日下，请主日学甲闭关长老因教育部会派人参加。佫有注意的事项甲奉献的报告，请大家过目，有问题请甲会计来讲，无做要补充。这边咱伫咧即个特别是后礼拜咱有安尼邀请到即个艺人小甜甜来到伫咱本堂来分享伊的迄个伊安怎得救的性命的见证。伫咱的外口面有印一寡迄个小甜甜伊的迄个邀请的迄个 DM 欢迎咱兄弟会通摕转去来邀请咱的朋友。有当时你家讲啥物人可能抑阁无毋知影咱透过迄个小小的 DM 会通互咱安尼遮个朋友会通更较了解讲伊是啥物人咱也透过安尼来邀请因来到伫咱的中间咱伫咧后礼拜咱游园有准备迄个便餐所以请咱会通来安尼邀请咱的遮福音朋友16号拜六的即个音乐见证会请咱会记哩，你若有要去，一定爱去甲干事讨票登记讨票。你若无票，是绝对无法度入去所以请咱安尼迄个第一这项事咱即马票有限，已经剩无偌济，所以若有要去的人，赶紧的去讨，因为有目前伫咧咱的教会已经有高雄迄边来讨票嘛有新竹来讨票。所以人伫咧外地，人拢来咧讨票，咱家己若无要紧到时阵你要甲我讲你要去，我无票通互你安尼真歹势所以请咱第这项事也邀请咱伫咧后礼拜咱即个过活节的即个朝阳礼拜，咱会通伫咧透早6点的时阵，咱就安尼来迎接主耶稣的过活安尼诶，即个时间，咱透过伫遐安静伫遐安尼甲主安尼，亲像当初时的玛利亚以及其他遮学生，因伫遐怎样伫遐安尼见证主耶稣的过活所以欢迎咱兄弟也会通将即个时间来拨出来，咱同齐来参与以上。即时咱要来祝福公道，这个我要用华语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今天是中宿主日，让耶稣来到世界。在这个主日，虽然有很多人唱和撒那，可是这些人一定死了耶稣。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你的作为，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不至于是那一群人唱了和撒那，却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真是恳求你看顾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主啊，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台湾这个岛屿可以让我们居住。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么多年可以让台湾有一个平静的生活。虽然外面的苦难挑战不断的来，但是每一次我们都在你的保守下安然的度过。主啊，这一次疫情，我们真是向你恳求。最近的疫情又到了高
虽然有许多人是轻症无症状，可是也是有一些老人，他们变成了重症。主啊，真是求你让摩西的杖再一次的举起，来平息这个瘟疫。主啊，求你让摩西的杖交给医护人员，可以看顾这些中重症、轻症或无症状的患者，让他们能够平安度过，在你的保守底下带领他们度过这一次瘟疫的风暴。主，我们真是恳求你，求你的看顾，求你的引导。主啊，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在这边有一间教会，可以来敬拜你，可以来亲近你，可以来做礼拜，可以来得到造就。主啊，我们谢谢你，让宣教组可以这一次参与爱在宜兰活动。这礼拜六，下礼拜天，我们有福音的事工，我们真是把它摆在你面前，求你让所有参与的同工都能够得到保守，得到勇气，得到体力，让这一次借着福音的事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听到你的福音，有机会接受你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主啊，我们真是把参与的同工、参与的福音朋友都交在你的手上，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求你的圣灵来看顾，让这次福音的事工可以使更多人有机会来认识你。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我们也为社教70周年，我们要不要献堂这个意向向你祈求？主，这边教会在这边60年了，建筑物也渐渐的老旧，特别是宣教的同工开始向社区、向周边的人做福音的事工。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基地来宣扬你的福音。主啊，恳求你看顾我们这个心愿，也求你指示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在献堂这件事情上得到共识，得到看见，能够跟着你的旨意走，跟着你脚步走。我们真是愿意付上代价，但是愿意这个代价使更多人能够接受、看到。主啊，我们也为教会种种的事工向你祈求。主，各个团契，求你看顾团契的会长、同工参与的朋友，都能够借着团契得到造就，得到成长。主，我们也为教会许许多多人有精神、身体的病痛，向你恳求。主啊，你是大能的主，你是创造的主，你是安慰的主，你可以医治我们，也可以安慰我们。主啊，恳求你看顾这些受苦的会友，让他们能够在病痛中依靠着你，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走向平安的路，走向喜乐的路。主啊，我们真是恳求你。我们也为教会已经在举办的成人的造就事工，以及将要举行的成人教育事工，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借着这样子的造就事工，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你的旨意。也像今天牧师讲，不只是了解信服你的旨意，也能够去实践你的旨意，能够在这个中间不断的检讨自己，让自己茁壮，能够更亲近你，更能够进一步的跟随你的脚步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时要来上吟，今日上吟是信息392首，俄罗上帝万福本源，请起立吟全首。上完了，请牧师祝祷。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于代代无煞。阿免。请坐，得到避讳。